主做我温柔，咱来吟全首。第一首的时光，你描主耶稣，万年你眷顾，你本是神，正做世情。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做我温柔。这首诗咱来吟看看。特别是感谢咱比较清水今仔才去敬拜。欢迎大家平安。咱在今日马上要开始哦，甲咱是咱的诗吼，咱大家的手机啊，应该关闭静音的模式吼。对不起，这麦克风。那奉主的名要开始今仔日主日的礼拜，请书记来作业。
也互我阮的上帝，由你拯救我，对外邦中就是我，通互阮祝谢你的性命，掠你的所受，无落最大罪。咱请兄弟大家起立，咱来念圣诗149首，以表主耶稣。站立，咱三角用书读圣经来做信仰的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存在。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子民。咱的主，你信心打开，你在这路马面子，你离开我来修复，定是的气埋葬都因故。对需要了我，今天他这里专门被上帝话语，你们不要不来心话，我需要，我信信息，信我教会，信所受光，最下面对对我，另外阿门。请坐。后来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就是经文第8篇吼，咱的诗篇的第27篇，我来去请兄弟来记。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困难。虽然有军兵10样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祈祷，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中保护我，将我藏伫伊布棚较密的所在，等我的头壳得到夜气，我要伫伊的布棚欢喜，见欢喜的在。耶和华，我出声求着的是，求你听。
捌讲，恁着心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赞。因为父母离开我，也我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咱三角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创造天地主宰，你是阮正人的光，是阮正人的正义。伫阮受患难的日子，主耶稣，求你毋通放弃我，毋通离开我，求你保护我，互阮藏伫你布平抗万的所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阮正人为着美国总统的选举的结果，阮心中有真侪惊吓，也有担心，也有烦恼，也有无平安。但是感谢主，你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你讲，王的心伫耶和华的手中，亲像水沟。照伊所爱，破予伊路。无论是全部，也是靠近你，阮相信伊的心拢伫王你的手中。阮要惊啥物？主啊，目前咱的教会当你做修缮的工作，愿主你亲自来带领咱所有的同工。甲现场的工作的人员来保守阮整个今后的修缮的时间，会当平安，会当顺利的完成。主啊，阮也要对你来恳求，用你的道路来指示阮所有的人，互阮会当明白阮遮的修缮的。毋是干若要起一间搁较水、搁较舒适的教会，互咱来支持，也毋是亲像年轻要起迄个不悬、不牢、不悬、不用的城墙来保护耶路撒冷的百姓。主啊，阮知影，你要透过即个时间，要互阮正人。会当是透过这个时间，互阮正人会当成做你真正的门徒。阮的心中要恳求主，你甲阮来建造迄个坚固的内心的内心的无形的城墙，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能力，能够打开、拍开咱教会外面这有形的围墙，互更加足侪毋捌主的人来捌识，互因有机会进到咱的教会，会当有机会来认捌主你的恩典。主啊，阮真的来恳求你，明年的爱无限的事工恳求主，你亲自来看顾，求你互阮有够的同工，互阮有够掠的钱财，顺利来完成这个事工，互阮机会带阮所有要参加的人来到这个爱无限的福音茶会，阮恳求主，你亲自来陪伴这要参加的人的心求主，你甲因的心会
能拍开，互因的心从敢若石头遐尼硬的石头心，会当变成迄个温柔的肉心，让遮个人因的心会当拍开来接受美妙主耶稣。主啊，我祈祷无够的所在，请主你继续用你教训阮的主导文来祈祷。愿阿门。咱三甲继续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的经文是第二笔记后书第一章第3节。我来读兄弟来看，因为上帝的原能已经用一切关系、活命、甲敬虔的事赏赐咱，对伊亲知，迄个用家己的恩光甲好德招咱的。所以咱请咱的信歌队带咱三角来学习咱的主，因要用美妙主耶稣来带咱来一起共同来学习咱的主。
咱继续要请道牧师来甲咱证道，伊要讲的地方是拄起限制。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人活伫世间，爱接受真侪限制，包括人的生命中间所有一切，无论是高度也好，体重嘛好，还是智慧嘛好，拢受到限制。每一个人拢会可能问过即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世间会有遐尔侪的苦难、痛苦，以及世间的各种的问题？特别是侪的基督徒，伊伫生命中间拄着患难的时，伊可能有一种互上帝放杀弃杀的感觉。毋过，事实真正是安尼吗？伫头脑的顶面，大家拢嘛知影，若无上帝的允准，一切拢袂会发生伫我的身上。这句话很有霸气。有真侪基督徒喙嘛伫讲，我的天父若无允准，我连一记头毛拢袂失落。不过，伫拄着患难的时，这点会当发挥作用。若讲用即句话来当作安慰的话，到尾会可能是变做家己骗家己的为难尔。不过，咱若是相信这是上帝的应允，才会当领受困力，伫患难的中间得胜。咱一定知影，一定爱知影，咱无上帝所允准的。世间无任何的一件意外的代志发生。咱需要了解的就是，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目的，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的找因。基督徒是上帝伫上帝国伫地上的代表，你甲我是受呼召来去做上帝国的工人，所以咱需要思考的一件代志就是，这个神的目标，甲我现在的生活有啥物款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若想要成功，就需要爱学习过一种甲上帝相合行的生活，需要学习邀请上帝入来计划咱的人生，互上帝实实在在来成做咱的主人。所以，基督徒无需要为着生活中的一寡变化感觉忧烦。基督徒无需要伫生活中间直直烦恼，感觉不安。会记哩，意外的事件伫咱的生命中是无可能发生的，因为一切拢是上帝家己伫计划以及安排。咱若无了解这项律理，对发生的代志有错误的认知，也是无完全了解，才会成做咱生命成长真大的阻碍。
不过，咱毋是咧讲宿命论。宿命论的意思就是一切拢路因自然发生，一切拢消极的接受命运的安排，人生拢毋免计划，一切拢顺其自然就好啊。世间人有一寡人是安尼的想法，有当时啊，咱嘛可能听到有人讲，人信耶稣啊。计毋需要做计划，一切计毋是安排好势，是安尼吗？亲爱的弟兄妹，上帝咧做代志的方法，会大心做计划。比如讲，旧约圣经内底预言耶稣的降生，耶稣的一生以及伊一生的命定。虽然还未发生，不过上帝已经计划好势。预言就是一种计划，所以先知伫以赛亚书内底有讲：看，早前的事已经实现，现在我对恁宣布新的事，伫还未发生以前，讲互恁听，表示。代志还未发生，上帝已经讲互恁听。所以圣经有讲，咱爱直直烦恼吗？圣经有甲你讲爱继续软正吗？圣经有甲你讲常常失志吗？无。圣经甲咱讲，命令讲，着勇敢壮大，无得惊，无得论。就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就欢喜。亲爱的弟兄妹，若生命中间直直烦恼，直直忧闷，直直失志是无正常。伫上帝已经应允的代志顶面，人的人生无应该受到限制。我搁讲一遍。伫上帝已经应允的代志顶面，人无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除非是我的思想、我的观念限制上帝的作为，所以上帝无法度监助。这个意思是什么？那基督徒伫生活中直失败。生活中，逐工拢无气力，常常咧忧闷，心无愿望。这代表这个基督徒认捌上帝根本就无够完全。可能伊是基督徒，不过伊可能欠缺一寡关键的经验，伊可能还未有完，还未理解一寡伊需要知影的真理。圣经甲咱讲，上帝有用伊的权能，将健全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赐予咱。上帝用伊的权能，已经将健全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已经交互恁啦。所以咱诚做基督徒了后，一切拢应该改变。你无过是平凡的人，你就是一个真特别的人。你是上帝国伫世间的代表，全队拢得听候你所讲的判断来行。圣经记载讲，上帝用嘴内所讲的话，管辖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妹，你嘛会当透过上帝，嘛会当透过你的嘴，讲出上帝的话，因为你是上帝的册英受册件来管理这个世界，嘅毋是。正常来讲，咱应该有满的气力，直直有愿望，心内火热。
才会对。即种的气力，毋是因为你熬读册，嘛毋是你家己有真大的自信心，是因为上帝甲你同在。上帝有用伊的权能，将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已经交互恁。所以圣经有讲，你是属上帝的点滴，你内面的圣神比点伫世间人内面的神搁较强，搁较大。上帝命令就勇敢壮胆，毋免惊无得运，因为你无论去到倒位，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这毋是干那上帝应允约书亚的话，上帝嘛透过圣经的话，应允所有属于伊的人。所以咱伫世界，咱伫生活，无应该直直伫窜，直直伫惊，直直伫问，因为上帝甲我同在，我就毋免惊。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是咱伟大的君王。上帝是万命的主宰，咱是伫地上代表上帝的妻因。圣经有记载，地甲地上万物拢属上帝。世界甲点伫遐的画面嘛拢属伊，所以咱需要了解，你就是万国灵上帝的囝，你就是上帝国的继承人，你是尊贵的代表。若是你家己知影，你是上帝的继承人，你是万权灵的囝，你是尊贵代表上帝的人，表示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就是你见证上帝的机会。你平常的生活是替上帝做工的所在，所以你并毋是小咖的小人物，你是真重要的。你会当决定世界的命运的关键。为什么？因为世界若无基督徒不断伫逐所在发挥影响力，咱就无可能期待未来搁较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命令咱去倒位，毋是去享受，毋是去佚佗。是去到你生活现场为主做工程，去倒位，去上帝应允用上帝应允去改变这个世界，去做啥物？去发光，伫黑暗中为主发光。检查你伫你的生命有缘有拄着逐种的窒碍，可能生活中并毋是遐尔顺利。咱中间可能有人逐项事拢真歹处理，嘛有缘拄着一大堆的试炼。可能你已经真认真，毋过到落尾无好的结果。不过，亲爱的弟兄姊妹，咱三甲来勉励。咱就伫主的面前，毋通失志。咱爱继续往得胜的方向去行，吞忍忍耐，直到得胜为止。保持家己咱的伫上帝面前的信心，咱一定会看见上帝替你定的计划。因为倚靠上帝的人安怎，永远袂拄着见笑。
有一个出国读册的学生，伊形容家己是国外学生内底上善请的学生的其中的一个。原因真简单，这个学生伊无参与一寡私底下的交关的代志来趁钱，这是其他大部分国外的学生拢会做的代志。因为这个学生伊知影这是不法的、毋对的，伊就拒绝无爱去参与，所以造成的结果是伊财务上是较欠亏。毋过，伊内面悠然有满满的信心。伊见证讲，伊相信这个状况是暂时的。我若是倚靠上帝，一定会愈来愈好。伊知影，伊只有甲上帝相结连，伊的将来一定是美好的。伊所经验的一切的困难，拢只不过是暂时而已。亲爱的弟兄们，你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上班人，你可能是一个司机。普通的员工，你嘛可能是主管、专业的人士，也是生意人。无论你食的是啥物头路，拢无要紧，因为上帝已经替你备办更较好的未来。你是注定是拄着美好代志的人，因为你是上帝的囝。你需要相信的，就是上帝已经替你开路，伊想要使用你伫地上去做上帝国的价值观。你愿意接受即款的提欠也无？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手中的工作。耶稣讲，咱是世间的盐，盐的作用是啥物？盐的作用是要保护这个世界毋免继续败坏。耶稣讲，咱是世界的光，光是啥物？互黑暗中的人看到光明。上帝嘛要使用伊的教会，互全人类知影，伊就是活命的主。要救人脱离黑暗，来进入光明，而且是要祝福人丰盛甲快乐的人生。这是你甲我的责任。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帝所竞选要完成伊使命的人。因为安尼，拄仔所读的圣经已经真清楚讲，上帝已经准备好势被办别。上帝有用伊的权能，将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已经赐予咱啊！伫上帝应允的代志顶面，咱皆需要受限制。伫正作国的一切，是上帝要赐予你丰盛甲完全的生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我相信，包括经济上的、健康上的、心情上的，以及心灵上的需要。你可能会讲，我无啊，我逐礼拜拢来教会，我是基督徒，毋过我无感觉完完全全得到上帝所赐予我的一切。亲爱的弟兄们，伫这个过程中间，咱毋通失志，咱来继续勉励，继续听候，爱继续鼓励讲，爱搁较较无经验上帝的作为，毋通受家己想法、思想、观念限制上帝的作为。
确信、确定会甲上帝相合行，咱就自然搁较了解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的计划。可能有一天，咱可能发现愈来愈感觉，原来物质上的幸福，无一定是生命中上重要的代志。心灵上的满足以及会领受天顶的平安，比世间的成就搁较要紧。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若心内若无基督的平安，安尼，伊无论伫社会、伫地位是遐尔尊贵，银行内底户头有遐尔济的金钱，即个人犹原是一个上悲惨的人，对毋是？上帝真愿意怜悯人，上帝嘛真愿意互人富足甲健康。不过，人的毛病就是常常无注意到这是问题，嘛无为着我所有的感谢上帝。人的问题就是，人只有伫差不多要失去的时阵，才感觉迄个焦虑，才会注意到健康的可贵。亲爱的兄弟姊妹，无人会当伫破病的时，以及打点滴的状态底下，可以完成上帝的使命。一个人若伫病院、伫急诊室内底听候病房的时，已经无机会为主做工啊，因为伊马上要进入病院治疗。虽然伊可能有即款的才调，会当完成上帝的使命，毋过伊无体力。上帝有用伊的权能，将健全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赐予咱。上帝赐予咱正的需要，毋是干那为着肉体的生命尔，嘛为着咱伫信仰生活的健全的生活。假使一个人已经得到世间的一切，世间人看即个人是真好、真幸福的。毋过，即个人若欠缺敬畏上帝的心，安尼伊犹原无法度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上帝真愿意赐予人逐项的福气，毋过圣经有记载，耶和华会赐予人好业，也无掺油文伫内面。健全才是祝福的根基，健全的生活才是真的福气。咱虽望犹原拄着真大的试炼，伫人生的中间，可能夫妻的关系、囝钱的问题、财务上的欠缺。心灵上的不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话永远会改变。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得胜，会当解决人生中间一切的问题。耶稣基督已经国外毋望。会当互咱所有的上帝囝钱赢过一切的困难。假使一个基督徒常常失志，直直咧绝望，毋是正常，一定是信仰出问题。伊毋是无知，就是无愿意顺服上帝。圣经有记载。
家己受国有知识的，实际上应该知的，伊也毋知。家己掠做有的，是骗家己。亲爱的弟兄妹，咱需要搁较较无上帝的心，伫上帝已经应允的代志顶面，咱无应该受到限制。受限制，是因为阮的信心无够。愿上帝帮助咱，会当信仰的生命愈来愈进步，直到伊完完全全得到荣光。咱继续三个勉励来挖靠上帝，无论是个人的生活，还是团体的见证，拢会当为主发光，直到得胜为止。阿门。请诸位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活伫即个世间，受到足侪限制。过去因为无实在主，所以阮受到限制了后，就放弃。今仔日，阮毋茫搁一摆领受快乐，搁一摆知影，伫你所应允的代志顶面是无限制，是完完全全会当享受你伫圣经所启示一切的应允。求你帮助每一个愿意安尼行的兄弟姊妹，现在领受天顶的快乐，继续伫生活中间为主做见证，直到你得到荣光为止。愿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多谢杜牧师甲咱的提醒吼，神上帝已经甲一切关系、活命、甲敬虔的事，拢赏赐互咱。咱有这个信心吗？有吼，有大家咱起立，咱一起来唱唱吟这个回应的诗歌。这个诗歌名叫做《美妙主耶稣》。因为这奉献甲咱念里的报告有关系。OK， 咱当工的事务，甲咱聚会人数，咱家己来看吼。本会消息，第一个，咱教会即马开始哩修缮的工作吼，提醒咱大家兄弟吼。出入的时阵，要注意安全。教会即阵同时咱咧推动即个尼西米的全教会禁食的移动，已经剩最后一礼拜吼。
大家已经有去的无？是恁私底下已经参加了。如果未参加的，过一礼拜，那一波等于是抓住最后的尾巴，咱大家来教会这修缮的工程来启动。第二是咱教会在2月14号下晡3点到5点半的时间要举办迄个爱无限的福音的茶会。即摆咱主要要邀请的是这慈惠的朋友5年来参加，咱这朋友咱会去继续去邀请因吼。搁咱离各个小组的慕道友咱今仔日今年整个举办的这个福音茶会详细我们要请那个嘉宏长老麻烦你来。一下子，报告一下。好，那等一下他来再来补充歹势今日大家拢有家己的习惯但是咱事先没有沟通一下。那第3点，就是咱每年度的礼拜献花咱有感动的兄弟已经到咱的公布栏来填写。第4点咱圣诞节的圣诞糕有需要的订购的已经到咱的公布栏来登记。今年是一盒是18块那登记的时间是到12月8号日止第5点是咱儿童的主日学每年开始有一寡调整因为这样这块的调整那这个活动咱要举办真侪器材请有要参与的家庭的请你请提早去报名第6点感谢神为咱教会即马预备准备有即个法律的顾问那咱的法律的顾问刘杰辉弟兄会担任咱教会法律顾问。第7点咱台北的中会离妇女市讲离11月29号，就是礼拜5上午9点半，离大洲行教会要办新旧任的干部的交接的感恩礼拜那请兄弟来参加要有兴趣的应到咱的公布栏登记，11月17号以前是截止那第8点因为宗教法的规定中会有来通知咱就爱请咱的会友来签各自的同意书鼓励咱的兄弟来填写，甲咱的义英干事提来填写所以咱来看教界的消息第一个是咱三重这边的仁义教会今仔日下晡3点到3点半要举办迄个钟牧师的就任的感恩礼拜请兄弟来参加第二个是咱中会客家人的中会离新埔教会这个教会下晡3点要举行吕传道伊要按牧就任的感恩礼拜请大家兄弟来为这个代志来关心甲带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那个嘉宏长老来跟我们说明一下今年爱无限的事工。麻烦
放心，帮我用我的 PPT。因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吼。其实我报告毋是惊要为着爱无限哦，我今仔日代表两个单位要来报告。第一个单位是咱教会教育组吼，迄个教育组部分吼，要报告咱生命主义2的迄个改变吼。咱下一张。好，来，咱今年咱的主题2有华语的生命主义个台语的生命主义2嘛吼。华语的生命主义2是咱即马即个时阵咧做礼拜的时间吼，伫咧以斯帖教室有迄个华语的成人主日学。啊，当咱结束的时阵，以斯帖教室就是台语成人主日学吼，这是两个班级吼。啊，咱的华语的生命主义2吼。对今仔日开始哦，毋是对明年开始哦，教育组真有心吼。对今仔日开始就一寡变化吼，啥物叫变化吼？原本吼，咱做礼拜的主义2吼，会变化啥呢？就是一般咱进前吼，开放是互小组长咧参加的迄个研经班吼，圣经预查班吼。即摆咱要甲搬来到礼拜日。互所有的兄弟姊妹拢有机会受造就吼，拢有机会受造就。对今仔日开始吼，每一礼拜的礼拜日下早10点到11点吼，伫以斯帖教室啊吼。啊，咱教即个主题2的导师包括是卢平执事啦、文香传道、慧茹长老跟洪修长老吼，这吼拢是咱教会吼对圣经一第一把交椅吼，扛把子吼，所以迄师资真好吼。啊，过去看过去，咱咧看道的包身无共款的所在是，咱若有参加迄道的包身，咱知影讲，迄是做圣经中来，用较巨观的眼光吼，咧看圣经吼，每一卷册啦。啊，即摆咱的迄个圣经的迄个研经班吼，主要是用较微观的角度吼，咧看圣经吼，通过咱读圣经来思考上帝的信息。啊，通过读圣经，咱会当去想上帝的话，对咱家己有啥物款的迄个提醒吼，所以真好的一门课，邀请大家参加。要参与的对象是啥？我想到5种人吼。第一种吼，你有想要进天国无？一般咱若要去外国旅行吼，咱拢会去，如果咱去日本吼，咱会先去了解日本的文化是啥物，去日本去倒食，去倒佚佗，去倒对无？啊，要去天国，咱敢需要去了解天国的文化？爱啊，一定爱啊！如果你想要去天国的馆，这门课就一定爱参加啦。吼，因为咱无了解天国的文化是啥，咱去到遐啥物人语言拢对袂着嘛吼。这是第一种人吼。第二种人吼，你想要深入了解圣经的背景吼的人吼。第三种是你想要对研究经文有兴趣的人吼，这会当参加。第四是，你想要对圣经有整体性的了解，吼，想要整体性的了解，迄一卷册啊，迄个一张安尼读过来吼，想要有整体性了解，会当来参加。来着，你若恁伫小组团体内底有要迄个主理的人吼，嘛会当来参加吼。这是外语的部分吼。啊，所以今仔日咱聚会哪有较早吼？如果咱有兴趣吼，较点仔敲门入去就甲听看觅，试听看觅啊吼，会当去试听看觅吼。来，咱后一张啊，台语的生命主义2吼，咱是对明年开始吼，要做台语汉语本的读经分享吼。啊，这就是因为讲咱教会看别个教会、别个教派较无共款的所在是安怎，咱会晓讲台语对无？咱有咧讲台语吼，所以用这个咧就去想吼，就是讲咱毋茫讲通过读圣经、读台语的圣经来操练吼，来操练。对明年吼。迄个明年正月初5开始，每礼拜的礼拜日下早11点10分到12点吼，嘛是伫以斯帖教室吼，有这个课程吼。啊，咱的迄个带领的人是咱教会的中职啦吼，啊有包括台语的查经啦、台语的诗歌、生活的分享甲经文的讨论吼，有针对新旧约吼，啊佮读圣经，啊等。毋是完全拢读圣经啦吼，嘛有分享吼，啊嘛有一寡迄个读唱诗歌啦吼，所以这门课吼适合啥物款的人吼？第一种就是吼，享受大家哦，读圣经是真系足新鲜的代志吼，你也有享受咧读圣经，迄种
欢喜享受迄个读圣经的人吼，会当来参加吼。第二吼，你若种希望去参加一寡吼有淡薄仔硬搁袂偌硬课程的人吼，有的人读迄个行迄个听牧师咧讲，就安尼吼，拢无啥物意思，咱来家己咧读吼，你也想要参加一寡有淡薄仔硬，啊，佮袂伤过硬的课吼，即种人会当参加吼。啊，你也想要练习用台语吼来读圣经的人，你嘛会当来参加。啊，咧中级吼，咱拢爱书会吼，咱嘛是拢会当来参加吼。这是每年正月初5开始的台语的迄个台语汉语本的分享班啦吼，这是直接甲咱报告吼。接下来吼，来下一张。我要针对爱无限吼，这个时阵我是去跳转来伫团德社福州吼，来向大家报告今年爱无限的福音茶会吼。啊，请咱先看一段影片。这是去年福音布道会的现场吼，啊，福音布道会了吼，差不多我知影吼，差不多有3、4个人到尾有受洗咧吼，啊，当然无一定是伫咱的教会吼，因为有个人是邀请来咱教会参加福音布道会，然后伫咧别个所在跟进个受洗吼，啊，伫咱教会志龙园弟兄吼，伊嘛受洗吼，今年的布道会吼，伊要起来做见证，所以真正。咱办福音的布道会吼，真正有效果啦，啊，搁真正咱做伙咧做上帝的工吼。所以今年咱嘛是有即个活动哦吼，今年咱的活动定伫12月初4吼，12月初4下晡3点到5点半吼。啊，咱的主题是沙漠中的赞美吼，意思来讲吼，其实咱伫咧生活中无一定拢足顺遂嘛，吼啊，有个人抑搁伫受苦的中间，总是。伫受苦的中间，你犹原会当看见上帝，毋通看见耶稣的恩人，有迄个气力啦吼。咱今年所要邀请来见证的迄个兄弟姊妹，拢犹原伫即个沙漠中，哪亲像大家看来感觉讲啊，无啥希望，还是讲伫即个过程中，咱抑搁咧受苦，总是有见证讲上帝甲伊伫地吼，这见证吼。啊，地点伫1楼的礼拜堂吼，伫咱遮啦吼，伫咱的会堂吼，因为咱楼顶可能也搁咧整修，所以伫咱的这个所在，节目的内容包括是西瓜的鹅肉啦，
见证的分享啦吼，啊，佫有一寡迄个默剧，啊，佫短讲，佫好调吼，等等吼。啊，咱邀请的对象就是迄个词汇朋友，也是模特友，幸福小组的 best 吼。所以呢，上较重要的无下一张，大家都看到，下一张，好，上较重要吼，咱会当做啥物代志？咱会当做啥物代志？第一吼，咱会当同上帝同工啊吼，啊恁大家拢会当同阮做伙同工啊吼，做伙做上帝个迄个代志。咱大家人拢会当同上帝做伙同工呢，安尼有欢喜无？有即个机会，咱大家要来做无？吼，咱大家来同上帝同工吼，啊你同上帝同工要做啥物代志？第一点吼，你当邀请模特友啦，邀请你厝边头尾还袂信主的人吼，啊邀请来参加会用布道会，总是你要邀请来，敢是思想可能爱对小组，也是对迄个面执事吼来报名，为虾米？因为吼，咱上遮迄模特友拢当做咱的宝贝，你毋知？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位，啊，要帮伊传迄个餐点吼。啊，当做宝贝邀请入来吼，所以你若准有迄个对象，啊邀请伊愿意来款吼，啊请甲阮报名，吼第一个同阮同工，同上帝同工就是邀请模特友，第二为阮大道啦，吼大道足重要吼，啊第三吼就是爱奉献啦，吼爱奉献，啊总是奉献吼有分做两个部分，就是会当为规个活动来奉献，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咱嘛是抑搁含 TVBS 吼有咧合作，就是讲吼。咱出500箍，要针对互迄词汇朋友吼，咱出500箍 ，TVBS 也出500箍，安尼啊合起来多1000箍做礼券吼，要送互迄个词汇朋友，毋是每一人，毋是模特友，大家拢有吼，吼这用讲清楚的，毋是模特友，你邀请来模特友拢有1000箍，毋是，是针对迄个词汇朋友吼，啊这部分吼。就毋茫讲，咱会当去认养吼、认养，看你要奉献几份，啊，然后咱去同 TVS 去合作的款，伊就有几份相对应的500箍，诶，迄个互咱的款就是伊的1000箍的礼券，互咱安尼啦吼。啊，这部分会当请大家做伙来奉献吼。以上报告。多谢高鸿英吼，伊遮详细的介绍吼。咱杨牧师有要补充无？这我直接补充吼，就是咱这个真要紧的事吼，传福音的事，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共享圣举，过来一点就是这个咱看全国宾馆有写着2米的这个全教会定价祈祷吼，咱牧师团还佫有咧考虑吼，有咧较咱继续咧延续落去，所以当然前先到11月16号截止，兄弟姊妹，我相信咱我看咱的这个群组顶管吼，差不多有7、8、10几个兄弟姊妹加入，所以毋茫讲咱继续会着咱教会的精简，目的并是要互教会用水，毋是目的是咱爱看着3年了后，咱有300位的兄弟姊妹。5年了后有500位的兄弟姊妹会当伫咱的教会遮聚集，所以咱爱先准备好，所以咱嘛爱平安心，来迎接遮的兄弟姊妹做伙，伫咧咱的教会，而且来学到上帝敬拜主，继续宣教。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所以咱大家除了咱拄则所讲的。这个装备按有遮个圣经的课程，就是要陪伴咱以后兄弟姊妹拢伫天国内面，咱会当来知影讲天国的文化是啥物。咱即马就会当来学习将天国的文化，伫个圣经内面就记载啊嘛。咱伫遮伫世间，咱是来学习，无就去一问三不知，哇，安尼就较可惜，有主保守。好，来，咱有一个影片，咱来看即个。教会精简2米的古德。
这是三楼。咱用上即使用空拍吼。安尼到会会厝诶顶尔。所以咱用祈祷的心，祈祷的心，为着这个精简的过程，咱来祈祷求主保守怎样互咱精简一切顺心，精简一切顺心。好，佮最后一点牧师的补充就是咱后礼拜要来举行补救日，咱的即个有一位执事即个卢平执事，咱后礼拜来补救日，所以咱邀请兄弟姊妹，咱共款拢爱来做礼拜。因为卢平执事过得挺好出国无法度伫个咱就任迄天，所以咱要按伫后礼拜，咱按伫后礼拜，所以伫遮来补充报告。好，以上。感谢杨牧师的补充即摆大家都知影为虾米甲丰田的时间甲对调咱周末内底，咱应该有看到一个真特别的信封，咱我继续做我的报告，你已经准备迄个信封，你已经去填恁的名、恁的大名伫顶头。我继续报告是咱关怀大道的名单咱家己看。咱伫平常时的家己的灵修祷告里面，咱大家来纪念即项咱灵做。奉献的部分准有数字有啥平台，恁甲咱的会计也是甲咱的干事来反映。那现在请丝线的同工就位，我们要用奉献来回应今天的整个的信息。继续，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是伫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咱三角来读，咱来读2摆，因为上帝话语已经明确完美话语改变的事情所在，对咱相信的越来越用他的平衡
励。所以说，咱请窦牧师来做主导。都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正常、圣神的感动，跟恁众人三角地带，对即时到永世代保证。补充一个，欢迎这个新朋友哈，就是喜碧霞姐妹有在这里吗？碧霞，欢迎，欢迎，欢迎。